華發商都旁即買即收樓，90萬買兩房。Hello， 歡迎收睇怡景節美麗家頻道，我係 Simon。咁 Simon 今日嚟到咗我哋珠海嘅航空新城中心位置咧，拍翻一個樓盤。呢個開發商相信大多數香港朋友都唔會覺得陌生嘅，因為佢喺香港嘅話，直接供水俾絕大多數一半嘅香港人嘅。佢嘅名叫做粵海啦。粵海集團嘅話，佢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個物業，亦都好多個範疇喺度做緊嘅，所以香港嘅朋友亦都唔會覺得陌生嘅。咁現時今日 Simon 嚟到咗我哋航空新城嘅話，就拍翻我哋粵海嘅十貴府嘅。粵海十貴府咧，總共分3期開發，第一、第二期咧現時全部售罄晒㗎啦。咁現時賣緊嘅就第3期，總共分5棟樓嘅，3棟咧就係高樓塔樓嘅33層樓嘅建築物，2棟矮樓11層嘅板樓啊，亦都係得2個面積嘅啫。咁我哋板樓嘅話就3個面積，有65平方，講緊嘅就係90萬買兩房，就呢一個啦。77平方3房2廳一衛，89平方同埋90平方嘅3房2廳2衛，南北對流嘅戶型。咁呢個屋苑亦都係成個航空新城在售緊最細嘅2房戶型啦，咁佢個單價咧為到13800起就有啦 ，total 落嚟90萬，即可有2房單位嘅。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去睇睇佢個戶型間隔係點樣嘅先 ，Let's go！好，咁Simon依家到咗5棟嘅15樓嘅實景單位呢度，我哋總層高33層高嘅，咁佢2 lift 5伙人家喺Simon正前方咧就1伙77平方啦，同埋90平方嘅，再過嚟Simon嘅左手邊呢度咧有1伙89平方嘅一個戶型啦，再過嚟呢邊咧Simon嘅後面咧1伙66平方同埋77平方嘅，現時Simon照拍嘅就呢一個65平方嘅戶型。2房2廳1衛嘅戶型啦，亦都係成個航空新城之中在售緊最細嘅住宅單位嚟嘅。OK， 咁入戶咧木門同埋指紋鎖亦都係卡樓標準嚟㗎啦。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咧就係 U 字型嘅廚房啦，廚房嘅抽油煙機啊，同埋灶啊，同埋呢個燒爐碗櫃啊，亦都係3件套係卡樓標準嚟嘅。上面仲有個涼板，亦都係卡樓標準啦。咁呢邊咧，亦都預留咗個高嘅3門嘅雪櫃位置嘅。咁再過到嚟呢邊嘅話，亦都預留翻一個鞋櫃、收納櫃嘅位置，俾到大家去 design 翻嘅。咁入到嚟餐客廳一體化嘅設計啦，客廳呢邊嘅開間同樣同埋客廳嘅開間同樣大細嘅，都係3米2嘅開間嚟嘅。咁呢邊可以放張長方形嘅4人位啦，亦都 OK。睇翻你自己點樣去 design 啦啊！咁呢邊咧就3米2嘅開間，我哋過嚟睇翻個景觀先。一出到嚟呢個景觀嘅朝向，亦都係西南嘅朝向，可以望到我哋嘅寶龍城嘅商場啦，同埋我哋自身自己一個商業體嘅呢一個位置啦。我哋現時喺15樓，如果你買到高少少嘅，就前面就冇任何遮擋嘅，就可以望到前面個空地啊，同埋中心河嘅河景㗎啦。啊，咁啊睇翻自己點樣去選擇啦。咁啊，再過到嚟靜區呢一邊，呢邊嘅話就係我哋嘅淋浴間、洗手間嘅位置。咁呢個咧就洗手盆啊、馬桶啊、淋浴間全部都喺呢一邊㗎啦。咁睇翻呢個房間，因為我哋總共有2個房嘅，睇翻你自己邊一個房係主人房啦。Simon建議咧，呢間房列為主人房亦都比較正嘅，因為望出去景觀嘅話，前面冇任何遮擋㗎嘛。啊，咁佢呢邊放個6尺個床都 OK， 冇問題嘅。呢邊做個小型嘅衣櫃都 OK 㗎啊！咁啊，再過到嚟呢間房，咁呢間房相對嚟講會略細少少嘅，所以啱先間房作為個主人房，呢間房嘅話就放咗個
4尺嘅床啦，擺呢個小小嘅衣櫃啦，仲有個窗啦咁樣嘅。咁呢間房 total 落嚟嘅總價100萬都唔使，僅需要90萬，即可擁有2房單位，而且仲係航空新城中心嘅位置，落樓下5分鐘就可以到達華發商都，3分鐘可以到達中心河濕地公園等等嘅配套啊！心唔心喐呢？有興趣嘅私信翻 Simon 攞翻個詳細資料啦。OK， 我哋再睇睇一個大少少嘅3房南北對流戶型。睇完65平方之後呢，我哋再嚟睇翻個89平方嘅3房2廳2衛南北對流嘅戶型先。咁入去89平方之前呢 ，Simon 身後呢個位置呢，就仲有一個77平方嘅3房2廳1衛嘅戶型。咁 Simon 今日就唔睇啦。咁有興趣嘅可以私信 Simon 或者直接講 Simon 聽 ，Simon 會將詳細嘅 video 發俾大家睇下嘅。咁現時 Simon 咧就喺一棟嘅1單元嘅33樓啊，咁亦都係頂樓啦。我哋總層高係33樓嘅2梯5伙人家嘅。喺 Simon 嘅身後呢度咧就有一伙89平方，右手邊咧就有一伙77同埋一伙90平方嘅。喺 Simon 嘅正前方咧有一伙77平方同埋一伙65平方嘅。咁呢伙65平方咧已經係俾業主買咗，亦都裝緊修啦，所以今日就唔拍呢一戶。咁我哋今日睇翻呢一個咧，89平方嘅入嚟之前咧，呢個位置有個通道啦，右手邊有個走火樓梯啦，左手邊呢個位置有個大嘅採光窗咧，通風採光。你見翻呢個採光度，亦都非常之好㗎。咁過到嚟木門4合1嘅指紋鎖，亦都係家內標準嚟嘅。咁右手邊呢個收納櫃或者鞋櫃咧係預留好俾自己，大家後期喺呢度裝翻嘅。咁呢個強電箱同弱電箱，Simon會建議翻後期裝收樓嘅時候咧，可以掛幅大畫喺呢個位置，咁將呢個強弱電箱咧擋一擋佢，咁入門嘅時候咧就唔會睇到呢樣嘢啦。OK， 咁啊再過到嚟關埋個門之後，呢個會有個入戶嘅玄關嘅位置啦，可以坐喺呢個換鞋啊，或者出門之前係坐住呢個着鞋啊，咁樣其實都 OK 㗎。咁啊過到嚟右手邊同左手邊南北對流嘅戶型，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客廳。客廳呢個開間嘅話3.6米啊，坐住喺呢度梳化嘅位置，睇住個大液晶電視，亦都非常之舒服㗎。咁大家睇翻咧，呢個梳化個背景牆咧係非家內標準嚟嘅，後期收樓嘅時候咧就白色嘅乳膠漆牆面啊，再加上燈嘅話就後期自己去裝翻㗎。咁電視背景牆亦都同樣後期自己 design 翻嘅。OK， 咁啊再過到嚟我哋露台呢邊，呢個露台同埋我哋客廳一樣咁闊，3.6米嘅開間啊。咁佢個呢個深度嘅話，亦都有成1.8米嘅深度，亦都非常之舒服嘅。睇出面嘅景觀，即係冇任何遮擋嘅景觀視野啊！睇到我哋鏡頭嘅位置，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寶龍城商場，即將要開業㗎啦。再將鏡頭移過嚟，中間圓圓嗰塊地咧就係我哋嘅學校用地嚟嘅，現時亦都係整緊學校嘅操場嚟㗎。咁再將目光移過嚟右手邊呢個位置，呢個咧就係華發嘅金灣府，亦都係成個航空新城賣得比較貴嘅其中之一嘅樓盤，佢現時嘅單價都要去到18000到22000嘅單價嚟嘅呢個 OK。咁目光再睇翻我哋正前方呢個位置啦，咁亦都係我哋粵海十貴府自己打造嘅一個商業體，交俾政府用翻嘅。後期呢個位置亦都係一個臨街啊，同埋底商啊、餐飲啊喺呢度噶啦。OK， 咁啊再過到嚟我哋飯廳呢邊。飯廳呢邊嘅話，佢實就相對嚟講比客廳呢邊會窄翻少少嘅。咁佢呢個開間嘅話，亦都有成3米嘅開間嚟嘅。咁啊擺咗個長方形嘅4人位啦。咁如果假如想整一個餐邊櫃嘅話，可以喺呢度做一個30公分嘅餐邊櫃，放下刀啊、碟啊、碗啊，或者酒啊、杯啊咁樣擺喺呢度。其實展示翻呢個空間，亦都足夠嘅位置嘅。咁呢度亦都會有通風採光窗啦，打開之後形成嘅南北對流嘅戶型嚟嘅。咁坐住喺呢度睇下出面嘅景觀，同樣可以望到我哋嘅山景、河景都可以望到嘅。
同埋我哋嘅中心河嘅濕地公園都同樣可以睇到㗎啊。OK， 咁啊再過到嚟我哋嘅廚房位置，一個 U 字形嘅廚房位置啦，咁啊擺住一個三門嘅雪櫃嘅位置啦，咁啊廚房所有嘅三件套全部係加樓標準嚟㗎，包括上面嘅吊櫃啦，都係加樓標準嚟嘅。呢邊咧就預留咗個超大嘅星盤啊，咁啊通風採光窗亦都有埋㗎啦。咁啊再過到嚟呢邊靜區。靜區呢邊嘅話就係我哋嘅洗手間，乾濕分離嘅洗手間位置，亦都已經做好咗交付俾大家嘅。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個客房嘅位置啦。呢間客房雖然唔大，但係如果你話講唔需要3間房，做埋個書房、衣帽間，完全冇問題嘅。再睇翻呢邊嘅客房，客房呢邊嘅話就可以放咗張5尺嘅床，三邊落床冇問題，再放個衣櫃都冇問題嘅。咁啊，再睇翻我哋主人房。主人房現時呢邊放個6尺嘅床，三邊落床冇問題，同埋仲有個明窗，窗畫加咗個墊啊，坐住喺呢度睇住我哋嘅中心河嘅景觀視野，同埋睇到我哋嘅海景、情侶路同埋金灣高爾夫球場都可以睇到嘅。因為我哋呢度係33樓啊嘛，所以望嘅景觀視野嚟講係會遠啲㗎。如果你買個低樓層嘅話，可能望嘅景觀就冇咁遠嘅。咁啊，再睇翻我哋嘅廁所嘅位置，咁呢個淋浴間嘅空間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比較闊嘅，因為我哋贈送咗呢個飄台嘅位置啦，可以放下沐浴嘅所有嘅洗梳嘅嘢啦。咁啊，呢個馬桶位啦、鏡櫃啦，全部都係加樓標準嚟嘅。咁我哋呢一個89平方嘅3房2廳2衛嘅戶型嘅話，總 total 落嚟嘅總價咧就係128萬嘅。咁現時限時仲可以送埋4萬蚊嘅車位使用券同埋2年嘅物業管理費嘅嚇。有興趣嘅記得私信Simon攞翻個詳細資料，甚至跟翻我哋嘅睇樓團嚟到我哋嘅實地睇翻考察翻周邊所有嘅配套係唔係Simon所講嘅真係咁完善同埋真係咁成熟啊？咁因為畢竟點講，航空新城亦都係成個島門最中心。同埋佢發展速度係最快一個片區，Simon啱先都講咗啦，我哋呢個片區唔大，3.5平方公里嘅位置，咁佢現時住嘅人口已經有10萬嘅人㗎啦，所以周邊嘅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嘅，亦都係現有嘅配套、現有嘅商場同埋所有屋苑周邊都有成4個公園圍繞着我哋呢個屋苑嘅，咁喺我哋3期行到1期啊！亦都係3分鐘嘅時間，再有1期行到去中心河濕地公園嗰度咧，亦都係3分鐘時間，前後6分鐘可以到達我哋嘅中心河濕地公園，可以喺呢度釣魚、散步、晨運或者晚黑喺嗰度散步都 OK 嘅，因為中心河濕地公園完全已經整好晒㗎啦，甚至你想購物行商場，喺我哋3期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我哋嘅珠海最大嘅華發商都，因為佢呢個華發商都咧分有幾個館嘅 A、B、C、D、E 館嘅，所以佢大嗰個容積量係全珠海華發商都之中最大嘅一個，同埋最完善、最成熟啊！再者，禮拜6日晚黑8點鐘，亦都喺我哋嘅中心嗰個河嗰個位置咧，亦都有音樂噴泉嘅啊，可以成家人或者帶小朋友可以喺嗰度參觀一下、玩一下。同埋坐喺江邊嗰度吹下海風，亦都非常舒服嘅。再或者呢啲都滿足唔到你嘅 ，OK 冇問題。再步行10分鐘可以到達我哋嘅海邊，亦都係我哋嘅情侶路，可以係圍繞着成個海邊喺呢度散步、跑步，甚至喺度踩單車都 OK 冇問題㗎。OK 咁呢個屋苑嘅周邊嘅配套，亦都係所有成個航空新城嚟講，亦都係最方便、最成熟㗎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私信翻Simon㗎，或者有啲朋友會關心往返香港嘅交通嘅。咁講真一句，現時航空新城距離港珠澳大橋大概都係15到20分鐘嘅車程。我就算我冇任何嘅交通工具，我自己坐滴滴去到港珠澳大橋，亦都係15到20分鐘嘅車程。車費亦都係20零蚊，亦都非常之方便，亦都非常之快捷嘅。再有
如果揸車嘅朋友嘅話，直接喺港珠澳大橋一直走過嚟，喺我哋嘅航空新城落高速就可到達㗎啦。咁亦都非常之方便㗎啦。咁 OK 啦。咁今日呢個十貴府嘅樓盤咧就拍到呢度嘅。咁因為我哋十貴府現時嚟賣緊嘅就3期嘅，就3個則嘅啫，65、77同埋90平方嘅。65現時嘅單價即係總 total 落嚟嘅特惠價格，亦都係喺90萬左右就有3房嘅單戶型㗎。77平方亦都係105萬到108萬之間嘅價格，亦都有交易。3房2廳一衛嘅戶型，咁再有我哋90平方呢一個就128萬，3房2廳兩圍南北對流，亦都係前面冇任何遮擋嘅戶型啦。OK， 如果對3個戶型有邊個戶型有興趣嘅，都可以喺右上角聯繫翻 Simon 嘅。大灣區買樓揾美麗家，給你嘅美麗的家，我係 Simon。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